點解有啲人越努力反而越焦慮？你有冇諗過，問題根本唔係出喺你身上，而係你身處嘅環境正喺度一啲一啲咁殺死你。稻盛和夫講過一句好狠嘅說話：一個再出色嘅人，長期浸喺緊張嘅人際關係同壓力環境度，都會變得暗淡無光。呢個就係環境嘅真實力量。你以為靠意志力就可以對抗一切，但現實係，我見過太多眼淚有光嘅人喺一段消耗嘅關係、一個高壓嘅環境度，慢慢變得焦慮、暴躁，連自己都覺得陌生。呢個唔係佢哋性格有問題，而係環境喺度重塑佢哋。人係環境嘅產物，你靠近咩人，你就行咩路。喺一個斤斤計較嘅圈子度，你點生得出寬容？喺一個日日爭吵嘅環境度，你點養得出內心嘅平和？所以真正嘅自律唔係靠毅力死撐，而係主動去到滋養你嘅地方。點解換圈子係進步最快、成本最低嘅方式？因為養成新習慣好難，但適應環境係人嘅本能。當你身邊都係積極自律、互相支持嘅人，你根本唔使費力堅持，你會自然而然被影響、被帶動，輕鬆咁成為更好嘅自己。呢個先係真正嘅捷徑。如果你暫時未能離開，記住3個字：唔入局。學識分辨邊啲係人哋嘅課題，邊啲係你嘅課題。你嘅疲憊、你嘅焦慮、你嘅唔快樂，都唔係矯情，而係你嘅生命喺度對你發出最真實嘅信號。保護好自己嘅精神氣血，就係對自己最大嘅投資。你嘅生命咁寶貴，唔好俾佢喺錯嘅關係同環境度慢慢耗光。離開消耗你嘅人，就係最狠嘅自我投資。選擇去到一個能滋養你嘅地方，唔單止係最高級嘅自律，更係一份清醒對自己負責嘅人生智慧。關注 Jackie， 帶你睇清環境點樣決定你嘅命運。